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5月10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咗佐敦食60蚊嘅西式茶餐，想尋回舊日港式茶餐嘅味道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去嘅呢就位於佐敦嘅澳洲牛奶公司餐廳。餐廳唔算大間，食完就要趕快離開。香港人昔日嘅講求效率。茶餐呢係擺咗呢杯凍檸茶嘅，茶味都幾香濃，甜味都適中。60蚊嘅茶餐呢係指定咗要叉燒湯意粉、火腿煎蛋或者太陽蛋、牛油多士，冇得改。叉燒呢係比較硬同埋冇乜味。記得以前呢，澳牛係用荷蘭嗰隻罐頭雞湯底呢，好好味。但係而家嘅呢，就完全係淡而無味，意粉質感係爽口嘅，但係索唔到湯嘅味道，比較淡。牛油多士呢，有牛油味，夠鬆脆。太陽蛋呢，嚟鹽就煎得太生，蛋黃好似未熟咁。火腿片呢，味道就唔錯嘅，都腍滑爽口，好食。60蚊嘅茶餐揾唔到昔日嘅味道，有啲失望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